今日過到嚟皇朝區呢一邊，睇一間500零萬，有1595尺，標準大廳、大露台、3房2廁。我哋出到嚟望到呢邊，向東海景，側少少望到美高梅。咁圍翻尺價都係3000零蚊左右。今時今日喺皇朝區500零萬已經可以買到間接近1600尺嘅單位。咁呢間房嘅景觀就同個客廳一樣，都係向東望海景，甚至都望到天鑽同埋美高梅。換着以前500零萬買嘅都係1100尺左右嘅單位。咁呢個值係非常之市正。咁我哋去經過一個客廁望望空間，呢兩邊有2間房，先睇客房。咁第2間客房望出去就係永利。坦白講，如果你喺中區皇朝南環附近返工嘅話，呢個位置絕對係啱用。咁睇埋個主人套房先。咁呢個單位套間一樣係有窗對返美高梅永利嗰邊。咁我哋可以望埋正前方呢一個景觀。咁呢個景都係同個客廳一樣，向東望海，望美高梅，望天鑽。咁我哋睇埋廚房嘅位置先。呢個廚房對得上呢個大單位。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皇朝區1595尺，圍翻尺價3000零蚊，總價500零萬，點擊我頭像，我哋嘅課程再見。